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预定今年底完成里林调整作业，第37区协调的状况差不多告一段落以后，商务民政局长陈宗干伫都会区、伫山区、海线等偏乡，拢区长等代表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预计这个月定案出炉，其中中西区因为人口密集，依照地方住宅法调整落来，会对38里减到20里，冲击上大。所以说我们考量户数，还有那个里的进来完整性，还有每个里以后都有一个活动中心，所以从38个里的话会调整到20里。因为调整变动这么大，是因为以前旧市区的话，每一个里以前是以200户为基准，民国92年的话是在重编一次的话是以600户为基准哈，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是以1000户到2500户，所以调整幅度会这么大，才会这么大哈。但是里林整编的作业，最后经过5个月将清场的水面沟通，局长强调里林的需求真大，台南的发展袂当等，所以全市752里，整编以后是649里，减100多个，估计为市库先卖1亿到2亿5成。那这些作业我们其实已经准备了多年了哈。那在今年年初，我们确定全面的去做检讨这样的一个方案之后，其实我们各区区公所的讲习我们也办过了数次。那经过了讲习之后，我们才开始交由我们各区区公所来做第一线的处理。那我们原来的这个里的部分是752个里哈，那我们精简完之后是649个里。那林的部分原来是14730里，那减完之后是9660里的部分哈。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因为我们在里林编组办法里面一开始就定了一个总量的一个限制。那未来一些地区的这个重划开发等等城市的发展的需要，如果有需要做调整，经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整编完之后，未来就可以因应这个城市的发展需求。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费用是超过1亿元，然后那目前的初估是1亿到2亿之间，然后。局长会长嘛表示，这款台南的大代志，未来嘛会整编写成专册，记录加保留地方发展的里程。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2009年，橄榄市地价由于城市的荷兰阿梅尔市，上午伫该市市长弗兰克菲尔温德带领，以及荷兰贸易投资办事处的代表陪同，拜会台南市。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以及各局处代表接待，双方就市政、循环经济、创新以及永续发展等领域进行交流。Since our two cities became friendship cities in 2009, delegates of our main city have visited Tainan respectively in 2011 and 2013 and also 2017. During the first two visits, in addition to meeting with some Taiwanese companies who are currently investing in the Netherlands, such as TYC and the Taiwan Sugar, you have also proposed the cooperation possibility for the Florey 2022, and this year, your third visit to Tainan. We jointly hold the Taiwan-Netherlands Circular Economy Forum. Through the in-depth experience sharing, we look forward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itizens of both cities. 阿美尔市长非常感到光荣以及荣耀的是，这2间的企业选择在阿美尔市设厂，因为阿美尔市是从无到有，是填海造地，特别强调说，他们从无到有，从海洋变成湖泊，湖泊变成一个新的土地。
现在已经变成荷兰第8大的直辖市了，而且正在持续的成长中。而这一段不过就是起于40年前而已。目前他们的目标是从一开始的创立就已经创设好的，是希望成为一个花园城市。因为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土地以及可用的空间都是由绿地还有绿色植批公园所串联的。那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深意，他说阿梅尔是从无到有，现在要从有回归为无。所谓的无并不是指土地，也不是指人口，更不是将土地回归为海洋，而是希望回归到无用电、无瓦斯、无废弃物、循环经济的绿色城市。阿梅尔市对无购物虽然就短短不到半世纪，不过透过不断创新甲循环经济，虽然伫荷兰算是上届年轻的城市，不过已经是荷兰第8大城市。即摆来台湾，除了推动2020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伫台南2港的行程，中甲市府办理循环经济座谈，参访沙仑历年科学城，以及参观赤坎楼、安平古堡等古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亲自来到现场，主持气毒卓越讲座的颁发。以及银行拦阻诈骗案件，甲警员好人好事奖牌颁奖。这是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就任以来第一届参加警察同仁的大型治安会议。伫咧现场，伊除了感谢全台南的警察同仁伫咧工作上的辛苦付出，嘛表示台南市的治安满意度一直是全国上悬。伊也希望秉持赖市长的理念，勉励警察同仁唔通吃案，只要积极破案来维持治安就好。不要去吃案，不要去美化数据。那特别是我被酸地，所以呢大家真实的呈现不用担心我好盖也酸尾。因为我是也会跟大家一样，其实是公务员，那来有幸来承担。来代理市长，那我们希望我们就全心全意，真实的情况把我们的治安的数据呈现，这个我也要跟局长这边大家一起共赢。我们不是喜欢受伤，我们不是没有训练，但是警察工作常常是因为要牺牲自己跟家庭的时间，要牺牲自己跟小孩的时间，很多的无奈一定要靠警察的身体安全要流汗，甚至要流点血。才能帮助这个社会的安定，所以市长很早就要求我说，如果我们同仁有好的表现就我要第一时间跟他报告。他很想代理市长之后，很早就想到我们警察局来颁奖。另外，在会议当中，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强调不情毒品泛滥的问题，希望警察同仁要继续打拼，对卖毒甲制造毒品的犯人，一定要全力对落去，全力来扫毒。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再次谢谢各位，我们祝大家。台南的兴德树超过12万丛，因为过去修整时时常被护树团体批评，甚至整出长头危险。所以教育局不但制定树木修整时间要领，同时每一档要请专家、实地甲包商，针对无同的树型进行修整的技巧。加上修整的时需要编辑园艺技术在场，主要希望有所根据。嘛强调修整是采用属地主义，不是所有兴德树拢属于市府，是由土地所有的机关团体共同维护。执行树木修剪是属于属地主义。然后什么叫属地主义？就是土地所有权是谁的话，他就是要负责去管理跟修剪。这个部分举一个例子就是台南大学外面的那个人行道，其实那个是台南大学的用地，它的退缩地，它上面的行道树其实他们要修，不是我们要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陆陆续续在跟一些那个属地主义的机关在沟通因为他们的观念说，行道树就是你们自己的，不是我们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陆续还是在沟通当中。另外，教育局嘛发现，公园时常民众为了一时方便，将汽机车的直接塞入去内底，现在是暂停伫林兴道。对此，市府表示，这拢是违反规定，将出1200块以上到6000块以下的罚款。
那因为现在目前公园违停的状况蛮多的哈，那我们为了维持公园使用的品质跟安全性，那我们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里面其实也有规定，就是说禁止机车违规入园。那如果入园的话被我们拍照之后，我们就会依照那个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的罚则处以1200罚款1200以上的罚款哈。那目前我们已经开出了大约812张的，今年为止已经开了812张的罚单。那我们希望借这一次的记者会哈来宣导民众，也是要尽量民众要守法，不要把机车不要把汽车骑进去公园，那造成我们整个公园里面的安全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保障民众安全，教育局表示将严格处理。根据统计，今年到9月底为止，伊旦公园、水盆湾加富平等3个公园违规上街，已经开出812张罚单，所以请民众千万要遵守规定。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阿公，我回来了。今天这学校有认真上课无啊？有啊，今天老师有讲到认知功能测验。阿公，你敢知？哦，就是这顶。是啊。安尼下晡来去。阿公，咱即摆来做检查哦。请问今年是民国几年102年。高速公路禁止停车。阿公，袂歹哦，3项测验拢有通过。你看，我有新的驾照哦，有测验，较安心。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是教师节，台南局上午特别来到成功国小举办老师谢谢你活动，同时校方嘛准备一系列节目，主要有小朋友帮老师练铃以及皇帝以外，现场也请来专家视障协会练铃师傅为老师进步帮上。今天是教师节，我希望小朋友不要只有快乐的来过教师节，你更应该感谢老师啊！感谢老师呢平常的教导，他要帮我们做，跟小朋友教小朋友做怎么按摩，怎么帮老师舒压，那今天我们希望老师呢教师节呢，我们的老师都能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能够过得快乐的教师节啊！其中上感动，也有用手写卡片的感谢老师活动，台南局特别推出限量明信片，透过小朋友用手写卡片，然后寄予老师，表达对老师的感谢。我要寄给黄慧玉老师，老师谢谢你每天教我，虽然有时候会让你生气，但谢谢你每天教我好多知识，谢谢你，祝你教师节快乐。给冯千龙老师。虽然老师与我们才认识几个礼拜，但我们真的非常喜欢你。谢谢老师帮我很多的忙，谢谢。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因为你让我越来越适应6年3班的从语言、动作，让我学到更多。谢谢冯千龙老师。平常有没有谢谢老师？有啊，对。那今天特别的节日，更要谢谢老师。所以呢，我们邮局呢，就帮助各位小朋友准备了很多的明信片，然后我们每个小朋友呢，就写一张明信片，把你想要跟老师讲的话写在明信片上面，跟老师谢谢。然后呢，你要告诉老师说，我要很认真的读书，然后我要谢谢老师教导我。然后呢，我们邮局帮你们把它送到老师的家里面去，好不好？好。
为了唤起个人对遵守中队的重要性，台苗局今日分别伫成功国小甲梁家国小举办该项活动。尤其成功国小每年将进行校舍重建，所以今年嘛成为最后一摆伫成功馆举办教师节活动，场面特别温馨感动。电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推动英语成为台南的第二官方语言，教育局对106年开始补助各校办理课后英语班，鼓励学校用活动式、轻松听甲讲的方式，让小朋友真自然开嘴来讲英语。今年都有113间学校申请，为台南市的英语教育打下基础。那这个课程呢，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在上英语的课程最大的不同就是呢，我们希望用这个活动式的方案，或者是沉浸式的这个教学方法，哈，能够呢让课程的内容呢更加的生活化，这个更加的实用，哈，让学生呢可以透过，比方说这个歌唱的教学啦，或者是戏剧的表演哈，甚至呢是用桌游的这个方式哈，来达到呢增加孩子在听跟说方面的能力哈，然后呢透过趣味性的这样的这个课程内容，让学生呢能够提升他在英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哈。那我们申请的学校呢，其实他们呢也都规划了很多校本的课程哈，比方结合地方的这个产业啊、文化啊哈，或者是配合我们的这个节庆来设计呢多元的课程内容。那我们希望说呢，孩子哈在每周哈至少是3到4堂这样的课后英语课程里面呢，可以呢让他更广泛的接触，更多元的学习。对英语课后教学相当积极的西门实验小学，目前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总共开设了5个班。课堂上的外国老师运用轻松的唱歌动作，或者是画图的方式，甲学生专程用英语来对话，让因真自然的习惯用正确发音来开嘴讲英语。因为是小班制，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能够勇于发表的机会。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小朋友在课堂上，大家很踊跃的发表，不管是说唱、跳，都是可以很自由的表达。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学校在这5个班级，我们有分每一个年级呢，都有相当人数的小朋友参加，特别在低年级到中年级1到4年级的部分，每一个年级大概都有1/4的小朋友参加我们英语课后社团。各校的课后英语班，未来教育局也会持续落去，让英语教学突破传统的旧方式，用对谈的方式，让英语融入生活当中，来打好囡仔的基础能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因为我没有一直强制喂啦，因为一直强制喂他们会大很快，可是那个死亡率会比较高，所以我是希望说以一个养殖的部分，我们能够控管在说存活率比较高的状况之下。求职再求量，这是郭俊伟养殖龙胆石斑初衷。70年次的他，26岁那年接下父亲遗愿，当起新农人。我们在第7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前，那我开始就是有在走自产自销的部分。郭俊伟以向往养殖龙胆石斑，一来好管理，二来减少大鱼攻击小鱼事件。而且别看周边杂草，这个是天然保护墙。我们是不使用除草剂做自然管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我们遇到那个天气很热，它其实这个有植批的部分的时候，它的温度也不会那么热。如果说天气很冷，它也是可以变成说皮肤可以保温。然后重点是像那个我们很久不下雨，它刚下雨下来的时候，它会冲刷一些东西下来。那这些沿岸的这些植物的部分，它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台湾迈入高龄社会，农渔产业出现断层。根据统计，务农年龄平均在62岁。若没年轻人的加入，农村生产力只会越来越衰弱。那我们希望
对务农有兴趣的，不管他是2代，或者呢他是完全没有经验，那这个我们都把它纳为我们未来招募新农人的一些这对象。那我们新农人一般来讲，就是以20岁以上到45岁这个阶层。这个大概养1年多而已，还不到2年。郭俊伟加入新农人专心耕耘，尤其一条龙胆石斑价格不菲，如何找到消费客群才是重点。我们除了现行的可以上批发市场去销售以外，另外我们呢也帮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社区菜市场。消费者在哪里，往往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抓到，但是透过这个平台它就很容易这个供应者跟消费者就媒合了。市府有把这个产地标章做起来，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产地标章跟他说，我们不只有那个中央政府的计划可以去支持说做产销履历，我们本身也有产地标章。市府严格把关台南上青认证标章，渔产上岸在冷冻房进行分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维持品质。它新鲜度、它品质很稳定，因为它每一个部位，它都会跟你介绍说哪一个部位去的煮法是最适当的，所以你照它的那个指导方式去做，你就可以吃到那个鱼的整条的精华，而且它那个 Q 度够啊。过去农民总是单打独斗、刻苦经营，但现在反而是团结力量大。因为我们就是有共同的理念，然后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去走。番社蔬果联盟5位伙伴来自不同领域，林俊仪负责技术指导，林俊伟农机具维修，苏俊波负责货运，林玉贤发挥文笔长才，王良耿则是行销。团队呢在一起工作，其实有得讨论，有得嘻哈，有得一起工作，我觉得不像是人家之前这样子，农业很辛苦，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我觉得很无聊，然后又很累。团队或许是一个未来趋势，然后也可以集中火力，然后往外扩展的方向。农业的领域不是只有实体的生产，而是应该包含到加工的领域，包含到这个商业的领域，就是行销，甚至于呢也可以结合休闲旅游，所以休闲也可以是农业广泛的一个范围。农业不再只是拿锄头默默耕耘，而是能发挥所长，尤其资源挹注下，让青农不再彷徨。所以我们几年来，我们现在呢已经有838位的新农人加入我们的阵营。那我们大概每年呢都做一个调查，就是有92位都有达到100万以上。农业被视为是一个古老行业，但在青年返乡接棒经营，走出一条崭新道路，不是被剥削无法温饱，而是能永续经营，创造更多绿色经济奇迹。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